来看健保署上新的稽查，发现讲去年有超过5万人健保费有高薪价保的情形，计共是减收7亿3200万的健保费。健保署表示讲，去年是一个做零售业的民众减纳4万6000多块的费用上济，除了爱甲减纳的保费佮补回来，减纳的部分嘛爱罚2倍到4倍。 若是破病的人无爽快，只要摕健保卡就能到附近的医疗院所看诊，真方便。但是健保署用财政、劳保甲劳体等外部资料查核发现，去年111年有超过5万人健保费是关心价保的情形，其中就位伫咧做其他综合商品零售业的民众减纳4万6000多块，是去年减纳保费上侪个案。它是综合零售业，那有可能就是一些批发一些商品之类的。 那它最高应该要缴到10万多，那事实上它只有缴5万多，所以差额将近有4万多。那这部分呢，我们就会追溯去给他追缴保费。健保署查核显示，去年总共有50700人关心价保，总共减纳7.32亿，是这3年来的新高，平均每一人减纳14000多块。地处医改会表示，现行的健保制度是一般保费国加补偿保费。 有一寡人为了要避免扣补偿保费，可能采用订单定存的方式，所以建议政府应该以加予总所得做机会，才能让健保的收费更加公平。除了是加强这个稽查以外，其实更重要应该要针对现行的这样的一个费基来进行检讨，那让这个健保的这样的一个征收，其实是更趋近于民众的实际收入。健保署强调。 伫疫情期间，暂缓办理部分的查核项目，至即马已经全部拢恢复，将会加强把关。关心价保的人，除了理赔伊减纳的保费以外，也按照伊减纳的金额处2倍到4倍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